继续要来讲，这个光嘛是一种的污染。这个发光的广告的扛棒，也就是 LED 的荧幕，常常互人感觉刺目。这个环保署拍算伫年底进前，要甲全台湾广告的扛棒、甲太阳灯的光度做一个统一的规范。也毋过环保署讲，无同的光源有无同的主管机关。环保署定出来的规定，只是提供予地方政府来做参考。就算有人检举，恐惊目前嘛是无法可发。广告看板 LED 的电视壁伫暗时闪闪烁烁，这个光度有人挡袂牢。环保署拍算伫年底进前定出光污染的管理办法，无要互这个光伤害到民众的目睭。住宅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影响，或者是住商混合区、商业区的部分，原则上我们的建议是不在这个管。环保署拍算讲，商业区无伫这个管理的范围内，或者就是讲安尼无啥触动。他应该要知道说，商业区的灯光对夜空的污染也是很严重。晚上照光，我们的皮肤也会发炎，然后呢，身体里面的细胞也会发炎。所以，国际医学已经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夜晚的灯光就是造成妇女乳癌攀升的主要原因。虽然环保署拍算要将这个光度规范伫每平方公尺650节光以下，直角的照度定于25勒克斯，希望讲安尼袂去伤到大家目睭。不过却是无定任何罚则。虽然讲环保署解释讲，这是因为目前无共款的光源主管机关无共款。后届这个单位会使依照这个办法再来定罚则，不过伫这进前，民众对个这个插目的光线伤害偌久，恐惊无人有法度确定。